公安局的治安检测显示，中国的小红书 App 15项指标全部拢无合格，而且去年到今呢已经牵涉1700多件的诈骗案落。内政部将依照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对小红书发布网际网络限制接触的处分命令，而且呢限制流量速度限期1年，如果影响到300万的用户。内政部也呼吁民众要赶紧停止使用小红书。治安的风险，大位拢有。警方为中国的小红书 App 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假拍卖，还是假交友的方式，专加入 LINE 做好朋友进行投资诈骗。去年到今已经牵涉1700多件诈骗案。今年从1月到11月呢，总共件数是756件，但是财损已经超过去年的金额，达到了1亿1477万余元。随上社会发展部查询经说明，中国的小红书都因微博、微信一家逼到分盘，5种 App 的使用风险，要求公务人员袂使转来用。内政部测试先对小红书发布网际网络停止解释，一家限制接收的处分命令，限制流量速度。如果你的平台在中华民国境内要运作，要让民众使用，那你就必须要接受中华民国的法律管辖，而且要回应我们对于在平台上面有各式各样违法违规的行为的一个改善。处分命令期间是1年，预估300万用户受影响，而且台湾的网络资讯中心协助执行。专家表示，相关的处分会让小红书失去收集用户个资的可能。之前有听说他们在法规面有在评议这件事情，我们会以收到处分书，再依照处分书的内容来执行。你如果打开的话，它不能截取你所输入的东西，也进一步不能去解析你所使用的内容。那对这个平台业者来讲，他就没有说，平台业者他所需要是客户的使用资料、客户的使用情形来做市场分析使用嘛。内政部讲，伫台湾提供服务的平台，拢爱接受台湾法令的限制，像讲 Google 等国际公司，拢有些法律代表人配合台湾执法。不过小红书对咱政府的配合完全无回应，也无建立管道，让台湾的用户通申请，所以呼吁民众停止下载使用小红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